第一坚持落来物件。所以第四叫做解脱了，解脱。所以呢，这个解脱就是咧讲，咱已经离佛教授来讲嘅解脱，叫做涅槃，涅槃的解脱，内而不生槃的不是的，叫做解脱。啊，解脱就是唔免不能轮回，所以叫做解脱。哦，所以呢，因为内中呢，因为这个解脱的内底当中呢，3%种啦吼。所以这3种呢，咱把写出我们这里参考啦吼。无常解脱叫做无常解脱，空常解脱就讲将着这因缘生无我所自发自性，这个将因缘，咱今日这个因就是经济，这个缘，这个缘叫做成长。生长啊，生长哈，这应该是你因这个经济，咱因这个经济，你缘这个生长，所以因缘生出来，咱这个经济本来无对对，但是无对了哦，伊生出来的，所以那个有情来下种，因地各反生，无情因无性，无性无生。所以呢，这个壳本来就是无的，但是因为这个经济，所以这个介质，咱上来讲叫做介质。这个介质叫做哪？咱有一句讲秘密，叫做哪虚名，虚名，虚名，虚名生介质，介质，介质总虚名。常虚名吼，这个意思是怎解说呢？你讲这个介质是一个世界的经济，无办法。但是这个叫做哪？这个叫做壳，无物件。那无物件咱能解脱？但是伊就是将伊空解脱，就是因为伊断了后嘛是一个壳的物件，无物件。但是因为这个经就是这个经济生的缘起，就作我。我想做你自信中，这个叫做经济，这个因叫做经济，有还有无？那叫做壳。但是因为你老母甲老爸因缘交合了后生出来了，咱慢慢大咱大啊大人，必成寿命的一个作怪。但是后起来了，这个介质装入寿命。这个介质是装入咱这个肉体内底，伫肉体内底当中呢，当有这个介质，这个经济咱生出的这个人，这个人就创着一粒，迄个经叫做自性。但是这个叫做因为你这个因经济了，你这个缘已经生出一个形啊，这个缘或者解释叫做形体，但你摕了后。因咱看明天，咱就无我，无我所，这个所，这个叫，这个无我叫做心。你一定这个心一定要无我，无我就无一个执着意识，你没有执着，你有执着意识，这叫做无我。因你有执着，这个境，这个我所就是讲有一个境。这个境会生出物件出来，但是因为你若无我无执着，你这个无我所，你这个我所就无啊，就无迄个境啊。我今日看是一种啊作水，我的心就开始有装着一个装咧作水伫内底。我若看到一个做囡仔，我无感觉哪会，看着我嘛袂去甲生迄个，袂迄个无我
我袂去甲心装这物件伫内底，我嘛无一个境伫内底，是因为我有生着有我上二上究竟上真正是我有这物件到这个数，我无我来到这个数，这个数。所以既然无这个数，自法就自在，离自法，这个自法叫做一切法，一切法。自就是代表一切意思，离一切法的内底当中没有存在。你无去哦，那无去哦，这个，因为你这个心就是无我无嘛，你就无我无一条人嘛，无一条内底当中，你通倒一个境。那安尼当中呢，你就是叫做自在解脱，这个第一叫做无常的解脱。无常就是一切空无空，但是观南路顶上，这边叫做分，这边叫做乾。乾坤是哪？是因为咱是现象界，这叫做相界，以相界，相界。乾有坤乾，但是你无常界，坤乾哪里来？安尼听有啦吼，你无常界哪有乾坤？所以咱过去咱老天爷拿迄点文书甲分到点文书做伙排时阵，迄分到点文书基本上无分到做排，拢平分做，因为伊达到顶上，伊达到顶上。咱这样有性能哦，那阮点文书了你应用啦吼，分到点文书嘛做伙就另办啦吼。因为分到点文书，因为达到这个境界了后，当中伊袂当分南北去啊，袂当分南北。分南北就是啥阴阳，但是到到一顶上了后，就是啥一切同观，一体同观，一切同观嘛。啊，一切同观的内底当中呢，这个叫做啥？南北顶上，这叫做无常的解脱，无常的解脱。但是这个叫做无作，无作，称为无缘，即三界无缘境。这个叫做无作，你无作为啊，无有一个作为，叫做无缘，无缘啥？即三界，欲界、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因为这三界无缘境，什么叫无缘境？你来到这个世间，你会就是这样。其实通你就该通梦境，你有该通一个生理念出来。哦，所以苏多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，靠阿罗汉的四个内底当中，无我上二上正心上实在上要想啦。苏多含，哦。续托缘，哦，叫做啥？入油，伊续托缘，伊是叫做入油，入什么油？你叫做入性命之油，你看那入性命路错，不入啦，色声香错，你入入定不入当然。伊来个第二，苏多含，一来个自我一来，不还个自我不还呢，阿罗汉。哦，无即阿罗汉四个咧，所以你一经你这个世间，一经呢，你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三界内底当中，一经你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内底当中，因为伊无缘，即无缘求，无来伫这个世间都有一个啦，执着的要求什么物件，迄叫做无作的解脱。所以呢，伫这当中呢，而且就讲啊，解脱中即自心无所攀缘，讲出来，你攀什么物件？你攀这物件嘛，咱就先来到这个世界，哦，先攀做，无咱代志咱嘛做结果，所以可以讲攀缘，不是仙，不是佛，自在如来没有改变，不是仙，不是佛，咱老做别个讲法，不是仙，不是佛，是灭嘛不能讲，是老做别个，不是仙。是灭嘛不能破，有一个殊仙，有一个殊仙得有仙，有一个殊恶得恶。所以咱来讲，讲数量即是变化，殊仙、数量恶殊即是恶行，数量善殊
即成为善人自性变化成道，咱作作用来讲，思量恶事，你思一个思量了后，你变成恶行；思量善事，你变善。但是恶行甲善行，这叫做世界观，这叫做执着，这叫做善恶分别。但是你自性了后，哪里放动，哪里反动，放动甲反动，就是一种的表象物件。所以人者心动，人者心动。但是你达到心动了后，当中呢，你是阿妈阿是会动，现在心不动，你心会动，换一个解释，你还在执着，你还是在执着，你还执着，你还在执着，你还在执着。所以以前内底同你讲一句话，自在无碍，自在无碍就是不执着嘛，自在无碍叫做解脱嘛，所以认为叫做解脱了，安尼叫做解脱了，哦。最后叫做解脱意见中，咱这个五解脱意见中，五解脱意见中，自心既无所攀缘善恶，自心既无所攀缘善恶，不可定空修执，不可定空修执，即属公学道门，即属公学道门，悉自本心，悉自本心，达自佛理，达自佛理，何公接物，何公接物，无我无言，无我无言，直至菩提，直至菩提，真诚不移，真诚不移，明明解脱意见中，解脱意見中，这到第五叫做解脱意見中，这个解脱意見，这个佛的意見，我们之间佛意見。一定要知影，这毋是叫做众生的意见，因为意见毋是众生的意见哦。这个佛的意见甲众生的意见，这两种无相像。众生的意见就分别哦，佛的意见就是无分别哦，无执着哦，这个佛的意见。所以咱来讲，咱不正道内底有正言，这个佛的意，这个一定要重要解。那你意见达到解脱意见，就是一定达到作自在。自心既无所攀缘善恶，你一定无类善恶，无攀缘，攀就是讲无攀甜啊，袂去攀甜啊啦。攀你善恶，你善恶对你的贡献拢自在，你善恶对你的贡献完全拢总袂生问题啊。就参照我来做一个简单的比喻，哦，一斤茶3000呢，甲一斤茶300。但是伊是300甲300有差别无？有差别无？这个有差别，就是因为咱有一个识品内底叫做有差别，迄叫做啦，迄叫做众生的意见。但是伊这3000甲300，以思想上来讲起，真正有差别，有差别。但是以佛的意见上来讲起，伊有差别，伊清清楚楚，但是伊无去执着于300甲3000。安尼讲听我意思，我的众生就300，都无爱啉，就3000我就啉，包无我先。所以我叫当年拢啉这3000，拢啉300个啦。伊若啉300，所以我就爱。我这是讲笑的啦吼，开玩笑，安尼嘛做现实的啦吼。但是我想是比如一个人伊的心理差别，所以咱安尼理啊，安尼理差别，安尼理啊，安尼理执着的内底，所以呢。不可以执，迄个定空修执，迄个定空，定就是空修啊，这叫做空修，空修啊，修执所持，这个持，这个执会使讲叫做，这个执会使讲叫做光明啦，哦。会使叫做公平啦，你袂使执伫公平上就对啦，嘛袂使执嘛使解释叫定啦，吼，使个叫定啦，哦，这个空呢，甲解释叫做修，甲解释叫做哪？一个，哦，这两个，离佛教上来讲的，离迄个解叫做无啦，哦，但是你执伫一个空，执伫一个无，
甲这里一个光明有的光明，甲无的空，安尼叫做哪两边啊？哦，两边。所以呢，你这个一个空，甲你一个执，这两边啊。空有不离的对合，咱过去要常讲这个。所以不可以执一个空，不可以执一个有，安尼条啦吼。这个执，这个空手执，执就是讲定，嘛是讲叫做光明的意思，讲叫做急躁，吼，常有急躁，吼，急执躁。啊，伊定就代表光明嘛，空就是代表空手嘛。啊，你手着一个空，手着执，这个叫做空，啊，这个叫做有，啊，叫做空执。啊，执一个空甲有，叫做平衡嘛。以后要来讲咧，书执书讲合多文，今是叫你修理空执的物件。毋是像当时的迄个哪，迄个无人有迄个领官必须上，领官必须上，啊对顶是不起嘛，迄叫做定空修执。我破第二种，对我对，所以伊迄是修理一种的啦，执理一种伊的迄个啦，伊的迄个技用，换一个计是执理是实的地方对。书，你爱执书讲学道文，你一定爱学道研究道学，磨练你这个心。识字本身，见字本性，你会晓识字本身，见字本性，了解你自心中这个世界，你爱做清楚。你这个心安怎变化？我早话你讲，你这个心，这个起心的心，你爱做清楚。咱作者安怎？咱这个心咧起心的心，咱家己唔知影，所以互这个心海啊起惨落去。我这想法是啥嘛？我都拄则讲，这个空灵小姐，互这个心海啊头落去，甚至啊都爱得行啊，啊都警察叫伊调去，迄个技师嘛是为着出话尔，控制袂好势头落去。所以咱做这代志，家己控制家己袂好势，点啊毋点得家己袂清楚。是啊，你家己也想到一个代志，因为你家己无了解你家己要讲啥话，你控制你自己去控制袂好势。换一个解释，你控制这个心控制袂好势，伊是啥物件？你要去讲学道，你要去多了解。所以呢，你要讲识字本身后，但诸如你佛法的道理得很了解。啊，何讲讲当然啦吼，会当以天地同体啦。何讲讲的意思？以天地同体，以大以大地同体啦吼，会当个先啊融合在一起。咱就无我无人，无我上无人上，直至菩提。这个菩提换做叫做觉，叫做觉性。真性不依，名为叫做哪？叫做解脱意见中，达到自性，直至本性，见就本性，本性成佛，因为无经过再做迄个直至，换一个解释，直至自性，安就对了吼。真性不依，无改变，意就是无改变。所以解脱知见，但是真正解脱知见，迄个知见做对啦，叫做不能知见，你毋是叫做造性知见。你有不能知见，你才能解脱；你若不能知见，你有怎解脱？所以呢，伊也来讲，先知先处向各自为本目向外面，要注意吼，这讲出来。这个芳啦、五香啦，拢咧讲内心啦。本就是讲内心虚，内底有芳啦，内底是草啦。当然，咱讲出句话人不下你，你讲这臭话，你讲这废话，你做这废事，啊，那安尼你内心就是有那臭，内本就是恁内心世界芳，讲话为人听会落去，做代志真感动，做事当真认同，所以莫话，往对外口去找就对啦吼。啊，这就是因为咱今啊所讲的了解开头的这个方向啦吼。咱时间已经到，等啊，讲到这个所在吼，从这个电源跑路进来啦吼。所以呢，讲到无论什么所在，能够大家注意哈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大众点评。
感谢父前人慈悲前道玉鞠躬，坤道玉鞠躬。第班向无极老母行3鞠躬礼，前道玉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。感谢父前人慈悲鞠躬，坤道玉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。感谢父前人慈悲鞠躬。持架向无极老母行3鞠躬礼，前道玉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。持架前人一鞠躬，送架父前人一鞠躬，持架点传师一鞠躬，坤道玉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。持架前人一鞠躬，送架父前人一鞠躬，持架点传师一鞠躬。好，好，大家谢谢好谢谢，感恩哦，谢谢，感恩。